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粵語快報，我係婷婷。今日係6月26號星期五。首先嚟關注委內瑞拉地震嘅災情同救援情況。委內瑞拉臨時總統羅德里格斯證實，直至到目前為止，今次嘅雙強震已經造成589個人死亡，近3000人受傷，比前一日翻咗有1倍之多。而已經知道嘅失蹤人數更加超過咗5萬人。喺雙地震發生之後，當地錄得超過100次嘅餘震。委內瑞拉全國而家仍然處喺緊急狀態，機場、地鐵同埋學校都需要關閉。而家包括美國在內，已經有幾個國家派出咗救援隊伍。美國方面嘅支援力度最大，美國國務院宣布會提供1.5億美金嘅援助，美軍正喺度調動當地嘅部隊去支援一啲救援行動，其中包括2棲運輸艦盧德代爾堡號，同埋有多架嘅運輸機。與此同時，鄰近國家嘅行動亦都好迅速。哥倫比亞宣布提供人道援助，仲派出咗60幾個救援人員同埋4隻嘅搜救犬幫助搜救。薩爾瓦多派出咗300個救援人員同埋醫療人員，運送咗50噸包括藥物同必需品在內嘅人道物資。至於西班牙就派出咗一架軍用飛機，載住搜救隊58名人員同埋8隻嘅搜救犬，同埋有40個消防員正喺度飛去委內瑞拉。不過而家距離黃金救援48小時，淨係得返幾個鐘，估計仲有幾百甚至幾千人係被困喺瓦礫底下，情況不容樂觀。咁喺呢一度粵語快報，我哋都希望救援工作一切順利。咁喺繼續更加多內容之前，希望你點讚訂閱粵語快報，你嘅支持係我哋持續為你帶嚟最新報導嘅動力。雖然面對住大災難，但係災區亦都出現咗令人動容嘅一幕。網上面流傳嘅一條片顯示，一個爸爸企喺廢墟前面，一次次咁嗌住個仔嘅名。正當大家差唔多絕望之際，一個仲着住紙尿布、得幾個月大嘅 BB， 竟然慢慢喺短牆入邊爬咗出嚟。雖然 BB 嚇親，不斷咁喊，但係身上面基本上冇受傷。救援人員即刻上去抱起 BB， 交返去爸爸嘅懷抱。爸爸抱住失而復得嘅骨肉，激動到出唔到聲。唔少網民都感嘆呢一個真係一個奇蹟。另外一段畫面同樣令人擔心，一名細路女喺廢墟入邊捐咗出嚟，喺救援人員幫助之下成功獲救。亦都有另一名嘅女子，雖然係露出咗上半身，但係對腳被紮住，救援人員不斷安慰佢，仲等待進一步嘅救援。另外，仲有一名年輕嘅華人女子，亦都被順利救出，現場隨即響起一片歡呼聲，佢亦都不斷揮手向大家致謝。咁喺災難發生之後，唔少當地嘅民眾自發性咁踩單車、揸車去運送一啲救援物資，趕到去災區支援。咁有網民留言話：而家最緊要嘅就係大家團結一致。亦都有閉路電視影到喺地震發生之前嘅夜空，曾經出現過5顏6色、好似極光咁嘅地震光。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天空亦都出現過呢一種嘅地震光。咁之後強震引發咗海嘯，巨浪衝上岸，甚至掀翻停泊喺旁邊嘅船隻啊！而今次嘅地震仲唔單止係單一嘅事件，今日位於太平洋火環帶嘅日本、菲律賓同埋尼加拉瓜接連發生地震。今個禮拜以嚟，呢一帶嘅地震活動明顯增加。之前委內瑞拉先啱啱發生完強烈地震，造成嚴重破壞。太平洋火環帶全長大約有4萬公里，係全球地震最活躍嘅地區。全世界大約有90%嘅地震都喺呢一度發生。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嘅消息，當地時間禮拜5夜晚10點半左右，日本嘅忍野村附近發生咗5.7級嘅地震，震源深度大約51公里，連東京都有震感。而家目前仲未有災情嘅報告。
但係喺當日較早嘅時候，菲律賓南部嘅棉蘭老島外海發生咗6.5級嘅地震，震源大約有53公里，暫時未有人員傷亡或者係重大災情嘅消息。今次地震發生嘅位置好接近6月8號嗰一次7.8級強震嘅附近海域，嗰一次嘅強震造成至少有61人死亡。與此同時，尼加拉瓜首都馬那瓜西南面大約32公里嘅地方，亦都發生咗5.2級嘅地震，震源深度大約121公里。而家同樣未有重大嘅災情報告。更加令人關注嘅係喺呢一波地震之前，委內瑞拉同日本喺本週較早嘅時候都發生過比較強嘅地震，當中委內瑞拉連續發生咗2次7級以上嘅強震，係當地自1900年以嚟最強嘅一次地震。睇一條北京嘅突發消息。啱啱有一架輕型嘅飛機撞上咗北京嘅第一高樓中信大廈，嚇到樓入邊嘅工作人員匆忙咁樣逃生。而家官方仲未通報有冇人傷亡嘅情況。喺條片可以睇到飛機嘅機身着火，碎片散落一地，走出嚟嘅人仲驚魂未定。有目擊者發現中信大廈一側嘅玻璃幕牆少咗一塊。咁據了解，呢一架飛機係一架國產輕型通航嘅細飛機，傳聞型號係東時雙月通航 B12PP， 機長係劉俊華。今次係單飛，咁呢一架飛機嘅所有人係當地一間通用航空企業，專門為飛行員提供培訓、私人休閒飛行同埋空拍等等嘅服務。有路透社報導，現場大量嘅警力部署，通往建築物嘅部分路段已經禁止車輛通行，警察喺現場阻止市民聚集同影相。大量事故相關嘅片喺大陸社交媒體上面瘋傳，但係好快就俾平台下架。咁中信大廈位於北京3環以內，亦都係北京嘅經濟商業中心，本嚟係中共所謂嘅核心管制空域，禁飛高度咧覆蓋成個市區。咁樣輕型嘅運動飛機根本上冇可能係冇俾攔截嘅情況之下飛入北京㗎。而且我哋知道啦，由今年5月1號開始，北京開始實施咗所謂嘅全面無人機禁飛令。咁喺北京嘅管轄範圍之內，居民如果冇得到當局嘅批准，係唔可以買同埋租賃或者係操控無人機㗎。咁大架飛機究竟係點樣入到北京市中心嘅呢？咁根據 Flight Radar 24嘅飛行數據，飛機起飛之後，飛行嘅路線就嚴重偏離咗預定嘅路線。飛機本身計劃喺當地時間下晝5點半由石佛子機場起飛，下晝5點40分準備返航着陸。咁但係喺18號跑道嘅西航線，飛機咧就冇正常咁樣起降，反而係偏離咗機場嘅管轄範圍，一路保持270度嘅航向飛行。咁 Flight Radar 24嘅信號接收器一路監控去到飛機到北京東5環附近之後，就再聯絡唔到呢一架飛機啦。咁呢一個情節聽落係咪好似似曾相識呢？咁冇錯，就係2022年喺廣西發生嘅東航 MU5735墜機事件。當時同樣都係飛機偏離航線，然之後突然間墜毀。而喺2個月之前，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發布咗調查數據，先至第一次間接證實咗嗰一次係一單人為嘅自殺式墜機報復社會嘅事件啊！咁所以有唔少人猜測，今次呢一場嘅劉俊華事件都係憲中嘅事件啊！但係事件背後又係咩原因？究竟係意外定係人為報復社會呢？歡迎大家留言同我哋互動。跟住嚟關注一條大陸網民熱議嘅話題。近日啦，馮小剛執導嘅新片《捉特務》喺北京首映禮上面，歌手韓紅用北京話講：咱們北京2000萬人受累走個面，把第一波票房帶起來。咁呢一番嘅言論呢，即刻引發全網嘅熱烈討論啊！咱北京的兄弟姐妹，爺們娘們能不能給走個面？
睇翻大陸新聞嘅報導啊，6月17號，韓紅現身《捉特務》嘅北京首映禮。作為呢一部片嘅專屬配樂製作人，佢係全力為條片上台宣傳啊。韓紅喺台上面話：我由細到大都係喺北京嘅胡同長大，今日咧就未正式首映，但係先喺北京放頭一場。咁我哋北京嘅兄弟姊妹、爺們娘們能唔能夠走個面？即係話俾個面啊！北京有2000幾萬人口，嗱，李秀蕾，你走個面咧，將第一波嘅票房先帶起嚟，咁我哋就有啦。我多謝大家。咁之後咧，韓紅向台下90度鞠躬啊，請求一啲北京嘅觀眾去支持呢一部電影嘅票房啊。咁圈入邊嘅名人互相撐場、互相俾面啊，本來係行業嘅常態。咁不過呢一句帶住吆喝嘅氣息咧，即刻就引起網上唔少嘅爭議啊！有網民話：面歸面，銀包歸銀包，唔好拎人情嚟當籌碼。亦都有人話：好嘅電影咧，自然有人會去睇，唔需要大家俾面啦。馮小剛嘅新片《捉特務》咧，陣容強大，集結咗胡歌、雷佳音兩個實力派嘅演員。仲由韓紅度身打造配樂，不過票房咧就相當慘淡啊！端午節嗰日嘅預售得166萬，第一日嘅票房大約係2400萬人民幣，喺當日票房榜入邊淨係排第3，全網基本上係冇咩討論嘅熱度。業內人士估計，《捉特務》最終嘅票房可能止步喺1.2億人民幣左右。但係呢一部片嘅成本高達3億啊，蝕本可能超過2.5億啊！唔單止捉特務啊，上個月管虎嘅新片《一個男人同一個女人》等多部嘅影片都有同樣嘅遭遇。每日經濟新聞評論話，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嘅主演有倪妮同黃渤，半個電影圈嘅名人朋友狂讚。結果而家票房咧連400萬都冇。陳思誠話電影行業非常困難，號召大家去睇《10間敢死隊》，咁結果票房得7200萬。評論區就話，淨係靠圈入邊嘅互相捧場嘅面，一早已經冇辦法帶動普通觀眾行入戲院嘅慾望啊！值得關注嘅係，就喺6月19號端午節當日上映嘅14部新片入邊，有13部都係國產電影，結果咧票房全部輸俾唯一一部嘅進口片迪士尼影業出品嘅動畫片《玩具總動員5》啊！南方日報6月24號報導，今年以嚟中國嘅電影行業整體都不如人意，新年嘅票房對比舊年同期接近腰斬，之後多個檔期嘅票房持續低迷，觀眾流失嘅現象越嚟越明顯。有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電影院嘅平均上座率係15%，而家得返大約5.07%。一啲大導演、大明星合作嘅大片表現咧係特別差，投資項目喐啲就幾億，咁結果票房咧往往得幾百萬啊！咁有人話今次韓紅呼籲北京嘅男女老幼走個面，咁最後搞到自己好冇面啊！觀眾朋友，你哋又點睇呢？以上就係節目嘅全部內容，請你繼續鎖定粵語快報，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同我哋互動。多謝你嘅收睇，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